屏东标出乌心猪肠有180公斤，是卖去屏东河城市场的打商，嘛已经拢卖了咯。这几天哦，市场的打商，阁有一寡有用到猪肠的店家，拢提出来源的证明，望消费者讲会当安心哦。也毋过生理共款嘛是真歹，即马卫生局嘛阁继续在查验。 市政署公布的资料，屏东河城市一位姓区的店头卖出大约180公斤用滚药水漂白的猪肠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民众心惊惊。河城市内无论是来提货的店头，也是市场内底的摊，只好家己准备来源证明。若是互人客安心，嘛是准备卫生局的检查。我们是跟餐厅做交易买卖、做采购啊。那你一定要有证明来源出处，我们证明说我们交付的食材是。 合法合格，对嘛？来源头嘛，餐厅贴出来之后，他们要溯源，卫生局要去溯源，才能找到。河城市的店头真无奈，这名社区的猪肠拢是卖一般民众较济，因单也无甲伊提货。不过新闻一出来，敢若村边商是合作的店头，因为搁爱做生意才有交关，也无一般民众拢无啥敢买。卤味啊，那个热炒店啊，或是菜饭呐。 是要炒还要油啊？哦，对啊，我就当家都大家啊。本局呼吁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，并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，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卫生安全。屏东县卫生局表示，这几天已经针对市场、餐厅扩大检查，目前统计查验45间，拢有符合规定，会阁继续加强抽验。 卫生局提醒民众买物件时，食品的色水若含原底差伤济，就要提高警觉，减少去买到违规食品的机会。若感觉怪怪，嘛会使使用滚水加滚柜牌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